后来，这个火灾的现场救援的状况，咱会随时报予乡亲知。咱先来看这个花莲甲台东是摔到风台尾，大雨是落袂停，农作物损害惨重。农委会副主委陈添秀专工到花莲关心农民，嘛来说明着后续补助的计划。稻米刚好在淹水，又有阵风，所以有一些倒塌。食用玉米也有这样的一个状况，红豆有的发芽，有的烂掉。那这个我们昨天农委会这边也这个已经也公告了，所以全县可以就是说有现金救助跟低利的这一些辅导措施。目前损害较严重的作物有稻啊、金蕉甲番麦。农委会规划，这个金蕉每公顷是补助7万5，稻啊每公斤补助1万8，番麦是3万6。目前全花莲县农损受灾的面积有500公顷，受损的金额超过1000万。因为这个雨还阁会落2天，也有真侪稻啊会来泡水，后续农损的金额恐惊会继续来增加。